从60岁的人，唔系了唔得到主昂，点都做得开创第二人生。花样同学会都系爱团太高太极，向下挑战唔识做过的事情，完成头摆的梦想，心转深度的热情同期待。准备了，团能向下展开一场铁拍的追梦旅程。因为俺三傻对推展客家文化的热心，故所掌有安尼机会来互相认识。到成立南投客家协会，係因為我都有見面情感嘅好朋友。沿島全部都喺中興新村上過班。對一片從省政府嘅繁華到落寞，親有感覺。一片曾經有沿島嘅長春回憶。一片係南投市嘅中興新村，頭擺台灣省政府路推亞家嘅喲。飛升過後，一片路面臨嘅目標嘅天美同轉型。聽講咧，一擺放嘅上面個姐姐，頭擺路是推亞是條路，唔過退休嘅人熟悉哦。一地波有乜嘅故事呢？我嚟問一問。我們在拍前身的時候，拍的人要蹲下去。哦。不要站着，站着會你被壓下去。拍的人都要求婚就對了。對，常常跟你們求婚就。OK， 好了，謝謝攝影師，謝謝。你好，講什麼嘢？嗰天係春美節、金燕節，阿水哥，好。我第一擺來中興新村咧，那我約到也係中興飛頭，喺中興新村嘅地票，那年村入邊關係清楚咩？50年，當來時間嗬，我喺啲省立醫院，做行政嘅啦，嗬，我將我阿姨係話嗬，我是辭職，自家帶4年嚟帶太嗬，我讓到省政府上班。哦，唔過睇下有研究啊，今年都50年。哦，係春美節咯，我啲副圈係第34場嘅公用國小服務，做高中，做高中。哦，阿水講係老一片咧關係係嘛？在中興高中這片。哦，幾間高中，我哋嘅副。係做影師。哦，唔過我感覺唔能投入都冇咁樣啊，不但唔熟悉。好，那用嚟熟悉嘅咯。客家係以前係去做嘅獵人嘅工作。哦，嘅鄉親啊，我上位成立客家協會，你做得出來嘛？講我也冇時間。哦，就第一張名片啊，它後面就寫一個經驗，唔去潛記。哦，就按呢。哦，都有人講唔去潛記，也有人話唔去潛記。錯，就按呢。哦，就按呢，很有緣分。原來阿水哥同金燕姐都有想要成立客家協會嘅想法，兩個人一見面都共同嘅，用心來成立客家協會，甚至連本上唔曉講客嘅春美節，咪本人能辦入一個客協大家庭呢。有一擺我啲同髮機發通嘅時間，佢就講看到我跳舞哦，看到動歡喜啊！沒看到清歡喜，係看到鹹魚下飯。唔家跳乜嘅舞呢？18姑娘一蕊花。嗰時候就係今年只看到，都去搭訕。
嗰隻係馬哦，嘅馬沙，你都很迂回，唔會直接嘅。鹽啲藝啲嘅大潭。哦，古種村咪即係糖豆嘅路，喺特別。係佢家唔雅木下潛係我去雅木下拜訪，係去潛嘅。雖然我班殺嘅客家人，嗬，唔該，從細就喺啲學落咗。本地唔會講，全部都唔會講。邊學下？人家跳西北姑娘一縷花嘅時節會講嗎？很唔會，人家跳用嚟咯，仙女給我看一下。用嚟跳邊哈？叫18個姑娘一縷花，哎呦，一縷花。哦，拍拍嘅牙齒，蹦蹦嘅嘴唇。聲音響，甘蔗的滿意掛到天窗立馬上。龍鬚菜，好，香煙掛絲，我唔點用嚟炸呢，試過會試到唔點用嚟炸哦。按炸下嫩地位，安尼，清簡單做啲炸下來就做哦，同你唔使葱嘅啊？使用瓜。我有瓜呢。哎呦，你真係你嘅大聲啊！啊，唔會啦，哇，唔係同節目相關。嗰個只係人生產人對客家文化很有心嘛，佢當然學唱歌嘅，佢當然佢學可能有關咧跳舞嘛嘅各方面。唔清中意客家文化哪一隻部分？佢是推廣口傳藝術。叫你我啲做佢好多做主任委員，我是留大家攝下起來，學客家話，教佢哋做客家菜，學做食嗬，比乜嘅要好。咁做嗬，我啲生意睇好咪係嗬，一擺文化嘅課程，天一擺嗬是教佢哋做食，學大家天用嘢嚟上癮咧，係啦，係上佢哋來接觸嘅客家文化。做蠻強咯，我要聽講唔千會做客家菜，嗰種如去比賽參加比賽咩？最後是得到了全國的總冠軍。而家做乜嘅？按道啊，按道菜嚟做嗬。你兩三路食過而做嘅菜，拍食過佢多擺。係咪真嘅動厲害？係啊。上課嘅時間點樣做菜就係嗬，就食過動多擺。點心。料理冇法講。係嗬，家陣咪知咯，係先中意客家文化係乜嘅部分？就以前較好唱歌，啲學校嘅時間用。就好唱歌嘅。帶新人嚟去參加合唱比賽。哦。啊，嗰時候我就有機會學。你都會頭前去指揮小朋友嗰種係咪？哦。啊，還有參加國聲嘅流行歌曲，我哋動興院就得到天名。哦，安尼哦，家下唔係，你係用學客家歌來學客話。我先學客家話。哦，爭嚟唱客家歌誒，學客家歌謠。哇，能夠安利佢都是比賽型嘅呢，係咪啊？客家歌謠真嘅呢，老係一般嘅歌謠冇強樣嘅真有意思啊。哦，所以學起來當有興趣。哦，錄音來音有興趣。哇，家水哥呢？哎呦，因係檢查嘅一輩啊。口傳藝術。哦，大竹夾兩桶油。哎呦，我會對也有興趣呢。我以前吼啲廟裏頭哈，留給謝小玲先生學彈鋼專去廟裏學。係哦。係啊，最唔要曉，就去參加嘅客家社團，去做嚟比賽。哇，有心，唔家看到你中意到，你一心想講，我下禮拜要學，還有機會你去學啊。係錯。家唔請學係乜嘅？我設計我嚟寫。寫段子，係哦，咁從人哋填 Q 型嚟，哦，冇問題，當一攤哦，咁嘅邊個，好，隨時準備啊！哎呦，你係哎呦，做夾也係3點半。不相信你夏天有在工作，你有在呀？係啊，睇嗰啲朋友都嚟講啊，咁俾做農嘅，係啊，我講緊啲嚟教嘅呀，文青農民哈嚟表演一段。講一係一二係一2 3 3 2 1
也上面睇下歌睇下字，因为客家文化各遇到无同样嘅才艺，还因为安尼，因要求自家爱进步。如何比金样子随书一变，如变出嚟攀作等级嘅澎湃，大家如识到听嗲嗲嘅。難怪佢大條命嘅咧。啊，當過乜嘅？哦，牛眼乾，然後叫雞哈，然後叫馬，那什麼？在說的做的什麼？做的，啊，這個我現在有歌吼，就單槍一閃是在哦，青某逢偏呢。雞哈，看到是粗哦。哇，為什麼？所以你看，你一張用的你有2張嘞。哦，這邊哦。你今年理事長差唔多民國88年甲他那就認識嘞，佢懂照顧愛啦哈，懂得人不會考慮到你們出事的，尤其哈，我在露營的時候，人家去吃飯了，我在那露營，人家不會考慮到我，只有你今年會考慮到我。啊，水果哦，水果啦，佢人啊哈有見面的情感啦。跟他創會的時間十分艱難哈，啊，佢帶領我去拜訪鄉親哪裡到啦，冇錢的呢，係完全係靠自家吼，按人犧牲奉獻的啦。登上味道發通無限次差嘅33年，仲係團戰友並提心肝頭嘅第一位，能為很多事情咩唔抹開，尤其經驗子還個係改很付出，還去做體檢書嘅幹夫人。大幫搞後生條嘅做客家菜，來團人人聽養轉信心。一上面多才多藝又有愛心嘅睇下哥睇下子，對挑戰又會有乜嘅想都想唔到嘅主意呢？我一直喺100空音樂退休家下吼，我一直有啲想法，就係講去我奧多拜推完全島做個紀錄嘅本大家看。大家有啲想法，這有全國咯，當然。哎呦，啊，去奧多拜咁做的，哦，什麼盤你看佢按爛，寒天咩按爛哦，韓國按多些咧哦，係啊，就冇盤天天啦。啊，我去我都拜下，唔係33個嘛，唔是去過按嘅全國，做唔得做唔得，硬㗎，係人嘅，係人。做係客家太戲啦。董有英嘅事情啊！哇，你的夢想很大呢，哦，還要做太醫，做一團超好。是啊，就是神團來就唔做小神咩？小神咩冇講就嗌神體嘅按，很做得按愛，班人種，人班唔種，唔係哦，冇。阿水哥唔係嚇，家點樣子要送到嘛？佢話。其實哈，我從細啊哈，挺好看太戲啦。哦，佢喺上做太戲吼，我會支持佢。唔過我老了哦，冇適合。我咪吼，佢細妹嘅時節啦吼，要去廈門吼，雅谷吼，啲開嘅國際太舞堂吼，接觸到。國際人士吼係啦，外國人士，故所佢嘅英文真好，國標舞吼，你沙搞嘅舞蹈吼，佢真強吼。哎呦，咁你看過一條？冇，做嚟講上海富人家，乜人咁講愛會跳舞啊？你一般人曉按上啊，會上到係咩舞女啊？家下吼，家下個波數，係我咪親愛看國標舞比賽，我譬如我咪看電視啊，吼，我咪是都係哪一組跳下吼，哪一組會得名，哪一組吼要你上講唔用啲嘢，我嚇到我講唔用我啲啊，係，佢講。講唔得咧啊！連講都講唔得。我是想講吼，我一生人就唔曉得跳舞啊！吼，呢種唔識跳歌，唔識。佢講我喺學會吼國標舞啊！吼，到天國嘅時節啦！吼，做得人阿妹叫下來跳。哎呦，也太感人了吧！係，也係我嘅夢想。
哎呦，怎么办？那就唔敢讲咧。但牺牲嘅资格啦。啊，你都爱阿萨利喏。当然咯，你冲飞你。然后你用啥杆会跳？唔会，唔会跳。以前有跳过的土舞哦，完全冇用用呢。嘿，假使爱跳国标舞，玫瑰多种啊，今年节迄上个愈系土瓦路子的咩？还系女匹配，还没好去亲爱王人士，古上还是上讲，很大哈。哦，喂，同感唔同學啊？有冇想過唔係你叫出嚟，水跟神語神秋你啦，不是這眼同感同言呢。古所兩個哥哥姐姐咩係不答應也不行哈，自講出來就唔敢講咧。為到去完成金燕子想愛團以睇天堂高嘅愛夜鄉下跳舞嘅夢，阿水哥團春米姐無下年計劃攞來支持。是講國票舞當中嘅漫畫路子，其實是係人工嘅舞種豐厚，上坡嘅音樂抒情好聽，唔過相對來講，愛個認真來彈坡嘅舞譜多變，愛引導美國考驗記憶力同方向感，同時還會鼓勵跳舞時高雅嘅身段，再過來一定重要嘅係同舞伴之間愛夾卡。究竟大家當真跳會出瓦路子所強調嘅端莊大板又帶高雅嘅舞姿麼呢？这次是第一次啊，我们那个挑战没敢请欣赏，好，是理事长帮我们找到老师。李先生哈，家己太好的同事啦，讲到了国标舞哈，底下哈第一高手。好，谢谢你。而后以前老师是不是国标舞鞋子其实蛮重要的？对，比赛的话，它会有很严格的要求，要穿什么鞋子？嘿，你看一下他的鞋。那怎么是茶杯呢？观众没有，哪唔冲的啦？我们没有特别要做效果，好不好？金燕姐哈，会等真，野海豚呀，穷死了，结果伊拿毕业了。哦，老师，你的学生啊，年龄层都是怎么样？最高有教到82岁的啦。哦，按你毕业了，懂还有3毕业了，对，所以老师也不会担心啦，对不对？你的学生，你为什么倒抽一口气？上开来，马上开始了吗？跳好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holding， 还要放心步哦。好，进左脚，1、2、3， 1、2、3。那男生可以吗？我看你们跳。预备，进左脚，走，1，旁边踩下去，1、2、3。很好，很好。我们是把两边的手臂打开，后退，推右脚，后退，右脚，左脚，右脚放下去，左脚，右脚，左脚放下去，右脚。因为瓦路子爱两下向下来跳，所以也摆路外来做经验子嘅舞盘，来學西來人嘅舞譜。其實西來人同西門人嘅舞譜係相對嘅。故所以進退之間天初愛相互合作。佢先生對瓦路子基本功開始教，是講我能除係愛記得舞譜，同時咪做唔得聽表係數譜嘅線條呢。來曲線前進，一個方形步，2個方形步以後，我把身體轉斜斜的。第一步我前進。好，右腳前進，到的時候並腿。好，再右腳前進，左腳前進，好，並腿。1、2、3，來，你們，我先看你們跳下。我的腳會抽筋嘞，怎麼辦？哦，真的。哦，會僵直嘞，那腳抽筋哦，那個有嗎？有抽筋嗎？現在有抽筋嗎？有，完全沒有碰過的，會有一點抽筋的。抬起來，這樣啊。
好，行了。就是赔腿啊。很辛苦，凭良心讲，因为我自己脊椎受过伤，现在还在酸又痛。他们都站得很直很漂亮啊，我都是弯弯的。以前在部队当军官，我怎么可能站不直了啊？但是因为他这个信念，我们圆他的梦。跳舞的话，我们 right to right， 右边女生的右边对男生的右边，这样子位置，这样子。哦，是这样哦。男生的这个手扣下来，轻轻的扣下来，男生的手背打开，男生就看着你的大拇指的方向。男生跟女生的左边都是空的，很难呢。基本姿势就很难了。哇，这好看，就是他的脸，对呀，很好看，优雅的。所以女生要很摇摆的那个是这样子。罗校长不错哦，很好。有架势哦。理事长尽量把身体用脊椎踩着地板，把它延伸起来。从跳舞开始到最后。都要保持这样子很优雅的姿势。把手放开。好，再一次。很酸的。我们跳舞，男生是一棵树，很直的；女生是一朵很漂亮的花。哇，这两。老师真的很紧的要很那个。好看。对啊。对，真的好看。男生记得我是一棵大树，女生是一个永远28岁的，18岁哦。好，我们现在做2个方形步哦，预备走，1、2、3，2、2、3，好，理事长加油，1、2、并1、2、3，我把它转斜斜的，好，后退，1、2，踩下去，1、2、3，好，再踩下去，左右左，这样少一步要踩下去，好，对右脚，1、右左右3，左右左 ，OK， 有没有觉得有够好吗？感觉哦，嘿，感觉呢？有啊，新上带路有。个地体做嘛嘅吼，不过感觉这家吼，唔系轻咁讲，轻巧的人冇要练呀嘛，唔是接触过吼，看人跳一简单，按好看，不过这家做起来的时间吼是真件扑难。我们叫 check， 好，左脚出去哦，1、2、3，2、2、3，虎口要朝女生，手要引导，他脚要做3、2、3。我们在做3个方形步，第3个方形步以后，我要把身体往斜斜，再继续做流水步。好，这个是男生的部分。来，换女生的，我来让男生带。水哥，来，左转那个我们先做，等一下我们再把它连接起来。好，进左脚。先做那个抑制步是。1、2、3，2、2，踩下去。男生虎口朝女生，这样子。好，男生的进左脚方形步，1、2、并。好，这3个方形步。2个，好，第3个以后要斜斜的，好，再进来了。假设我们现在是外侧的，好，女生进左脚，1、2、3，2、2、3，好，虎口朝女生方形步走，1，男生我不应该离你那么远，对不对？那个男生的部分你要跟着女生走。哦，1、2、3，2、2、3，你做出来，我跟他过来。哦，我要过来，这样距离才不会太远。哦，对对，再一次，好，我们做一个 check， 1、2、3，2、2、3，3跟上来，对，3方形步，好，第3个这样斜斜的，我要继续做曲线前进，对，1、2、3，2、2、3。好，我要把你带左转往前，1，好，站好，打开，2，踩下去，好，左脚前进，1、2、
一个放心步，2个放心步，3个放心步，好，继续流水步走。有哦，很棒哦，有哦，越来越像，越来越像。这有没有刚过吗？印了印钞没有？华尔兹里面很多旋转的，男生一个 people 180，然后右脚往前 2 3 1 2 3，那后面我们做一个左转的4 5 6， 3又面对斜墙壁的男生，来在右脚的1，往右边的2，右脚往前，用跟掌间2 3，好放下来1 2 3，做对吗？可以吗？硬了，硬了哈。我们是这样子，对不对？左脚，然后这样子。左脚。我们现在重心在右脚，对不对？然后我们这边转不是会放到左脚吗？然后过来的时候，重心在右脚，右脚还是虚的，然后才会放。所以我们先练第一，对。对。我现在在右脚，用后面身体拉起来，2 3。我现在是脚尖的放下来，好，往前1，往前2 3，重心我在左脚的，理事长可以吗？可以真的蛮难的耶，这个动作哈。它难的部分啊，转身做转身的时间转唔得好势，仲我要开头啊开头难去做起就會越來越熟咯。后退打开臂，后退打开臂，后退打开臂，好，很好，今天这样不错哦。难啊。对啊。真见鬼难。因为要黑眼的完全不了解的，以为非常流线的东西嘛。你做腳有腳路，還搞唔清楚的時間，你會感覺自己怪粗怪亂。我第一擺跳也個挖路子，真嘅冇咁簡單。還有幾多地方，你係唔係像人哋頭前跳的也得舞，你係腳下去，按哪個步驟的，也個係包括方向。方向搞唔清楚的時間，如果唔知底下眼腳，我變講哪去。我講我對哥哥姐姐去睇嘅挑戰，嗰種高中去做得到，係感覺伊真嘅跳舞嘅一個經驗同天分。我對眼人其他人有18歲，今年係第2年，唔知講第2年上課會係用哪情形，希望會過好。公司才18歲啦，戀愛時間就18歲。我是有繼續練咯，也都係人哋挑戰咪，繼續。回去1，回來，3 2 3，打開站穩。很暖身的哦，按照。昨天练得很緊張，但是昨天不來呀。對啊，有記得舞步哈，6位啦。雙手按步咁腳就安尼，唔同吧？係哦。係啊。用板手按步。抽筋咩？轉有熱水啊，熱敷啊。係啊，係啦，做唔定樣停呢，要尖叫吧？有尖叫。係去酸痛了。那我們這樣會可以兩個練嗎？會比較好練嗎？可以啊。先生講洗奶最重要因為洗奶係冇帶好洗奶真勁咧！你冇去好，眼都要半夜按你。大屁麥。哎呦，記得呢。是記得。
要这样子，对不对？哎，真的哎，第一个就是这样哦，哈，你看呢，哎，这样记得咯，啊，还有听音还是记得量哎，两边哈量流水。哎，一边按的有按多摆哦。叫几步？两边，如果是嘿两边，哎呀，你感觉营养的按的带，就是虽然我带好，哦，你虽然我带好，谁会跳唔出来？对经常讲的，经常讲的，唔免爱讲的。好，预备起，1、2、3，1、2、3，1、2、3，1、2、3，哎呦，不错呢，流水步还没好，1、2、3，拜拜，1、2、3。200啊？嘿，200。哎呀，难用的记得100。哎呀，用记得100。什么都记100。咩？你什么都不爱生来带路好诶，你不爱懂班哦。好啦。那个女生流水步是要走几次？俺印象是1、2、3。1、2、3，够100。1、2、3，1、2、3，然后才流水步。对，然后再退，是不是？男的就变前进2次以后，就后退。没按你们。是走。女生是怎么样？我會啲讓一高木水上，大家都強會屯舞鋪聽兵槍嘅，更可也啱嘅啱屯行機體努斯度嘅兜起來。唔過為到愛聽上夜，許先生喺今日上課時，每當工槍嘅舞盤劉先生來為我們示範一擺表演嘅舞戲，我們先有失敗概念。Introduced her to my loved one,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my friend stole my sweetheart from me. I remember the night and the Tennessee waltz. Now I know just how much I have lost. Yes, I lost my little dove. The night 耶！对，哦，这样看起来很难。要后面播呢？没问题吧？你在开玩笑吗？等一下，老师，我先问一下，姐姐哥哥们，你们刚刚有发现里面有我们昨天学的吗？有。疑惑的表情。方形步很多啊，流水步很多啊。有。哎，所以真的会跳的话，会把简单的东西跳得好像很难的样子哈，所以看不出来。华尔兹有的时看那媒体当讲，你那表演嘅时就看到按讲咧，讲足个张海就跳唔出嚟舞步咧。尤其非安尼一家来学感受到真紧细妹唱的一类法，细来就唱一条亲吻嘅台词安尼带现台湾的跳到东好嘅华尔兹安尼。天难呢，感觉要用慢速度来一步一步练呐。3、2、3、1，好，停下来，停下来。你们女生的部分重心在左脚，把你的姿势好先做得很漂亮的，等男生来引导。这个位置。理事长，我们2个好像机器人的走路非常难看啊，但是我们要设法慢慢的自己用心去体会。好，这是我们男生的位置。4、2、走。1、2、3，
3，3，2，3，4，好，男生进来，男生，男生的步，他可能位置就是，如果说到这边了，对，路教中向下一走，来吃到，其迄就会眼欣赏。走，1、2、3，好走。水沟，你要走流水步的话，你必须把身体带ถึ外侧。如果正面的话，我就不好做，不好做那个流水步。欣赏嘅晒运动清楚啊，我后生有跳过土风舞啊，我说我就感觉老欣赏跳嘅时间动轻松。落水欣赏我就讲赚钱嘅时间，叫所有唔要得安尼晒。左转，前进。你别挡他女生的位置。有的是鸦片有做转机所有蓝电吼有做唔过嘢，因为嘅所有冇变下来啊。那我就打。对，脚会忘记。好，1、2，打。经常你搞嘅时间，我就想洗来嘅铺吼。落水果唔晓这么反带一下，有的会什么样的？两个方形步，这是我们刚刚教的。对。我们做一个 whisker， 做一个 wing， 一个流水步。好，男生把这个 check 成丁字形，我们这个 right lunge， 1、2、3，锅里中抬脚，3、2加3，我们做一个同组箭步。好，女生往前1步、2步、3步。好，男生后退。好，再起来。女生出右脚，男生做一个 anti pose。这样子。哇，这样就 anti pose 了。对。哇，可是很碎哈，很多那个要记得。对。我感觉怪奇怪哦，如迄一开始学啊，准会如迄行呢，我感觉好像有点不妙，因为唔伫后背还有一度。今日呢，像就是因为在练的时间，尤其水果哈，伊感觉嗰种有练哦，去唱去做得哦，唔过今日更加行呢，又做唔得嘞。如果我起起落落，我感觉逻辑还起唔起来是怪乱。人讲对哥哥姐姐韩国系，因为头前其实路怪唔熟嘅，韩国唔是讲唔叫我踏出来路已经怪难，其实身体的面向路还搞唔清楚。好，踩下去以后，踩稳了再并腿。我是3步，女生1、2、3。挺难的，后背啊对于外头来讲是很难。现在这样，我们重心在左脚，然后右脚等于我要往上。对，先站好，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左脚换这边，对，然后并起来，对，就是这样。最长的是矮啦，前进，好。你感觉矮下无嗰种咧跳舞的个细胞。好，第一次夹脚，win。今年级对跳舞有韩国唔说，故说以为有点定在那边。1、2、3。虽然现在会呆，可是我有点推不动。如果会刘安宁就好像有点开呢。好，我们做一个 whisk， 你是后退夹脚，但是不要动，走。好，最右脚把你身带进来。1、2、手并拍。因为现场带的啦结果讲2、2、3样板啊一下用音乐下来会错了啊，会样解晒，唔定那边开始当好。就像推理阿妹来完成伊一生人做唔到的事情，也系咩做某原因该责任。为到完成一个挑战，
大家做得讲係親拼。今年子為到愛看真舞譜，還特別拜託劉先生揾作長夫來跳本眼嚟看。阿水哥屯村咪姐，咪暢快用手機嘅來屯舞譜錄下來。喺成個發表前，大家每日都上邀出來相互監督練習，全唔敢害太辦事。I was dancing with my darling to the Tennessee waltz when an old friend I happened to see introduced her to my loved one,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my friend stole my sweetheart from me. I remember the night and the Tennessee waltz. Now I know just how much I have lost. Yes, I lost my little darling the night they were playing the beautiful Tennessee waltz.俺哋一下睇下做個有講有演導哦，哎，剛好真神奇。像迄以前的鳳強地位公主呢，我唱了就唔是做個按腳嘅神呢。看安尼有唱見了。有，我唱嘅阿拉伯嘅王子，作上去看起來就冇強用。每個頭有談到水哥會講，哦，幫到親好親有好報。哦，以後親愛人安尼啊，有種情況出現嘅，哦，好，唔都會想講這個唔會難度啦，吼。唔假使嘅校長以後，等下幫到不聽。當然會咯。愛忘記真哦，別去搞啲起毛咧。啊，喏，我講啊，還係夠有痴心咧，大班都愛講。哎，大班起來當然咯，哎，是愛是有他有痴心啦。哦，安尼當好哦，看講他講有按講好冇？有哦，真有我強用咧。哦，你會按講，不能是真講誒，也很難講。貴婦人啊你啊，啊，等下你會用人咧朋友啊，會嚟看，啊會見咗。你講跳舞出好會真見笑啊！如喺人哋表演嘅時間，是會面黃看出，睇架弄點啊？哦，即係跳落去，跳落去，係，好，今日都加油，跳舞，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耶！and gentlemen， 花样华尔兹舞会表演正式开始。I was dancing with my darling to the Tennessee waltz when an old friend I happened to see introduced her to my loved one,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my friend stole my sweetheart from me. I remember the night
Tennessee waltz. Now I know just how much I have lost. Yes, I lost my little darling the night they were playing the beautiful Tennessee waltz.好累啊！豆豆紧张到鬼神吼，紧张哦。啊，豆豆跳迄感觉用呢？啊，跳的刚刚好，你任务哈完成了。平常练习趴吼，然后平常练习趴吼。啊，水哥呢？春明姐呢？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真的。台下还没有10年，所以这个台上6分钟还不够，所以表现不够。哇，对这个要求按高呢。啊，春明姐呢？总爱感觉水果进步轻多，两摆全部都记得嘞。哎呦，哦，结果伊这个唔满意哦。嘿，礼拜跳得动好。好，刚刚看那观众讲讲用的。那感觉整体的画面同奖按着人跳，但是青手工也咧叫嘛我塔到啦。嗰种人看到动紧张的咩？哦，嘿好，还有如黑郭老师，黑春米姐老公，他教我。哦，还有练习的时间啦。过一次有郭老师。你没来呀？哦，他也好。哦，郭老师就是取代我的团哦，懂杠掐呢。好，开场诶，各位朋友啊，你们会跳华尔兹的人举手。哇，有闪闪呢！哇，刚刚你的头都跳，是心里一直在憋住笑。实在话，还真的。哎吼，因为俺们如幼班，当双两筒其实不简单，当两筒吼。嘿，我们这次啊，虽然我们真的是幼班哈，才学2堂就跳成这样，真的要很感谢2位老师。刚刚看有很紧张吗？为我们紧张。有。其实他们以这样年纪来写了2次，这样成果已经算最棒的。哦，那今天呢，开甲州都按讲按演导，我们今天那么好的场地，我们是不是一起来 party， 好不好？I was dancing with my darling to the Tennessee waltz when an old friend I happened to see introduced her to my loved one,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my friend stole my sweetheart from me. 我们没办法合做的事情，来老弟做出来，安尼感觉真好。Now I know just how much I have. 感觉啦人生迄同好嘅由亚摆嘅机会做得安尼挑战安尼无恐用嘅东西迄真正对于记者来讲，迄较难嘅事情后尾要较起啲学生嘅角度来看事情，较有耐心教记者地位。點解看到佢咁強忍唔得？花重了迄出個衫就冇強用，個特色就冇強用，當然歹跳啊！有安尼機會仲好啊，強下來，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情，美好的事情啊。I remember the night,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